漆黑無眠嘅晚上，我哋抬頭仰望夜空，滿天繁星實在令人驚嘆。浩瀚嘅宇宙到底有幾大？佢睇起嚟好似不過宇宙唔係無限，行星同星系亦都唔係靜止不動。無論向邊個方向睇，佢哋都加速遠離緊地球。宇宙不斷膨脹，空間不斷擴張，各個星系互相遠離，就好似最大棉花上嘅提子糕。換句話講，如果時光倒流，萬物都會匯聚到一點。回溯星系嘅軌跡，佢哋會越靠越近。137億年前，宇宙萬物都被塞咗喺一個無限細點，稱為奇異。佢包含咗宇宙中所有嘅物質。大爆炸前係一無所有，冇空間，冇時間，冇物質，乜嘢都冇。喺大爆炸發生嗰刻，時間開始咗。喺極短嘅時間，即1000萬兆分之一秒內，能量同物質混為一體，甚至宇宙4種基本力：重力、強力、弱力同埋電磁力都成為一樣。隨後，宇宙膨脹冷卻，重力首先同其他力共鳴，跟住強力脫離為獨立嘅力，導致比原子仲細嘅宇宙喺瞬間膨脹咗1000兆。可以講係即時直徑達至10米。呢種驚人嘅膨脹稱為暴脹，暴脹令宇宙從此改變，暴脹令宇宙變得平滑同均勻，各處溫度同密度都係一樣。愛因斯坦發現能量同物質係可以互換嘅。暴脹後嘅1納秒，能量轉化為物質同反物質。但物質比反物質多咗少少，正反物質互相牽連，最終剩落嚟嘅小部分物質就形成而家嘅宇宙。當溫度下降到10000兆度左右，夸克、妙子、電子同埋中微子相繼出現。大爆炸後1微秒至1秒之間，溫度已經大幅下降，足夠俾夸克開始黐埋一齊，形成質子同中子。呢啲為人熟知嘅粒子就構成其他嘅物質。大爆炸後10秒，宇宙充斥住光子，佢哋不斷同唔同嘅粒子發生作用。1分鐘後，部分質子同中子結合，組成咗最簡單嘅元素氦同氦。跟住落嚟嘅30萬年，大正電荷嘅原子核同低古電荷嘅電子結合，形成咗中性嘅原子。大爆炸後38萬年，光子擺脫粒子嘅枷鎖，可以永遠喺宇宙中自由行走。形成而家我哋喺各個方向都可以觀察到嘅宇宙明光背景模式。呢個時候能夠產生巨大結構嘅材料已經齊備。喺萬有引力嘅作用下，物質聚集，形成原星系中嘅第一批行星。原星系則演變成星系，而多個星系互相聯繫，就組成星系團同超星系團。宇宙生生不息，不斷變化。行星內嘅核反應會產生重元素，高熱嘅行星會爆發而形成超新星，並且將物質猛烈咁拋射出太空。呢啲物質會喺太空漂浮數十億年，最終重新聚合，形成新一代嘅行星同行星，就好似我哋嘅太陽同地球。可以話，我哋都係由行星、人